我哋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袁惠昌先生構思咗差唔多20年，有差唔多1000人嘅新黃隊嘅馬拉松表演，即將會喺今日喺啟德體育園裏面誕生。今日嘅活動呢，仲有好大嘅機會係成功，係香港中樂團第4次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嘅大全。活動之中呢，係超過一半係年輕嘅樂手。我先同一個幾歲嘅小朋友影咗幅相嘅，咁係充分體驗到呢係薪火相傳、生生不息嘅活力同埋生命力。香港中樂團一向注重與民同樂，自2001年起已經同市民大眾一同創下咗多個健力士世界紀錄。多年來，我哋一直肩負香港文化大使嘅使命，致力將中國音樂推向世界舞台，透過巡演、文化交流同埋跨界合作，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重要地位。咁頭先見到有唔同嘅中樂啦、口琴啦嘅樂器呢，即係大家都係演奏同一隻歌，然後用接力嘅形式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有趣嘅體驗啦。咁呢個形式係一個接力嘅形式，就我覺得係非常之好。亦都係一個短時間呢，呢啲觀眾呢可以睇到晒每一個環節、每一種樂器嘅突出嘅表現。然後現場真的非常非常的熱鬧，大家的積極性也非常非常的高，就是反正今天體驗感，然後感官都挺好的。加油！樂團積極推動文旅融合嘅活動，透過中樂展現本地文化風貌，吸引國內外嘅遊客一齊感受香港嘅多元化魅力。今日嘅生生不息、千王和鳴、生黃馬拉松，正正就係一個最佳嘅示範。干了20几年，一直想做一个与生有关的一个艺术节，终于在今天实现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我们要挑战吉尼斯纪录，全世界最多的声黄乐器齐聚我们的体育园启德体育园，挑战这个世界纪录有非常的意义。我们现在将会开始挑战，同时记得大家一定要加油。我謹代表健力士好榮幸宣布，今次挑戰紀錄嘅結果係1230人，係挑戰成功嘅。恭喜晒！生生不息，宣黃河。